啊，台北市今年初呢嘛是有传出旱獭病毒死亡的案例。最近有民众伫市区看到鸟鼠出现，或者防疫搁再受到关注。有基层的里长是表示讲，若准无配套的措施，安尼鸟鼠的问题恐惊也是无通好解决的。环境部长彭启明伊是表示讲，会要求北市府来公布下鸟鼠药的地点，同时嘛希望地方政府会当跨局处来合作。在连假这段期间，台北市西门町路边的粪扫桶规拢满出来，有一寡一个等伫咧涂骹，搁再出现鸟鼠的问题。有基层里长就讲，2023年年初，台北市又搁开始伫路边踩粪扫桶，不过鸟鼠的问题一直拢无解决，若无配套措施，无法度对症下药。去盘点一下哪些垃圾桶每天都是这个热点区应该去优先做撤除的动作。环保局的这个量能确实已经很满载是否应该评估在卫生社预算委外去找这个环境清消的公司去协助。路边的粪扫变做鸟鼠的餐厅，饲鸟狗的主人也惊讲，因会听不得食到鸟鼠药啊。对鸟鼠的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讲，以后除了会要求市政府爱公布放鸟鼠药的所在，也希望地方首长启动跨局处合作，想出办法。市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下来开会，然后来督导，然后定期呢跟市民朋友报告，一定要有决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鼠患啊。其中呢包含这个鼠患防治的部分呢，我们过去除了环境的垃圾的处理之外呢，那我当然还有鼠洞的填补，甚至捕鼠笼的设置等等，我们都会跟环境部来做个讨论。医生讲，感染旱獭病毒症状甲感冒同款，一开始无容易分辨，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的情形。若较严重，会有出血性的症状，像是目睭结膜充血、腰子功能受损，或者是肺炎的症状。伫最近新北市淡水有一个70岁查甫人确诊旱獭病毒，因过无明确接触鸟鼠的情形，感染源对倒来，也搁伫咧调查。是老鼠，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它，但是如果你的环境中有老鼠的排泄物，它引起的一些尘土飞扬，那你吸进去了，或者是不小心接触吃进去，都有可能。对正确这边的粪扫管理，到专业的病毒防治，消灭鸟鼠，考验县市政府的决策。市民希望会当有长期解决的方法，真正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